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28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事态，头先就来报您知。总统蔡英文表示，若是连任成功，会当伫国家安全甲主权无受到影响的情形之下，会当串10回。美国总统川普签署通过《香港民主与人权法案》，中国外交部丢卡当地认为美国阿爸干涉中国内政。屏东有巧克力豆品牌去互中国假牌放弃消费者哄骗，说要求正牌爱赔偿。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到国际情势。美国总统川普签署通过《香港民主与人权法案》，加做正式的法律。中国外交部也丢卡当地也讲，美国这项法已经违反着国际法，而且是干涉中国内政阿爸行为，而且也警告美国，若真损害中国的利益，就会出手来反制。不过，香港政治秘书长黄之锋也强调讲，法案虽然有通过，不过当时要来制裁，就要看美国的行政机关。台湾时间28日一透早，美国白宫连续发布2篇声明，讲总统川普已经签署正义正过香港人权甲民主法案，正式宣告这法案加入美国法律。声明中，川普表示，颁布这法案是希望中国甲香港领导人应解决无共款的意见，实现长久和平甲繁荣。Millions of people are standing up for freedom in Hong Kong. I'm headed right now to the Senate floor to fight to pass the 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 America stands with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Hong Kong is the new Berlin, and we stand with the people. 对川普签署法案，香港政治秘书长黄之锋表示，应行到这一步，拢是香港人的付出甲牺牲。我最希望感謝嘅係由6月9號至今係付出咗，亦都係犧牲咗。係有好多唔同嘅代價嘅香港人，係佢哋嘅付出，先令到美國政界喺過去半年對香港嘅關注急劇上升，令到喺香港主權移交以來第一條係美國嘅法案同香港有關係正式生效。不過，黃之鋒表示，雖然法案正式生效，不過何時啟動制裁機制，也是要看美國行政機關來決定。無排除法案最後認為無合法，伊講未來繼續說服美國當局趕緊啟動制裁。伊認為這法令有真濟不足嘅所在，強調未來會繼續向美方爭取司法加嚴。香港眾志咧係會積極係去收集香港各界意見，係去建議制裁名單。當中其實有唔少嘅條文咧係值得改進，包括有5年嘅日落條款，優先打擊賣港官員黑警，未涵蓋到佢哋嘅屋企人。而喺香港眾志咧係喺華盛頓喺美國當地咧係去爭取法案加辣。香港民主甲人權法案加做中國眼中監護內政嘅惡法，針對川普簽署法案，中國外交部召開記者會，嚴肅強硬，警告美方別當實施法令，確實損及中國利益，將會反制。中方強烈敦促美方不得實施該法，以免影響中美關係和兩國在重要領域的合作。對於美方干涉中國內政、損害中方利益的行徑，中方必將採取有力措施，堅決予以反制。對反制內容，中國外交部為真保留，強調會在適當時機推出。港政也在第一時間發表聲明，表達強烈反對，對美方無視港方關注，感覺非常的遺憾。記者綜合報道。因為香港反送中的示威活動，香港理工大學也因為這個情形，和香港警察圍調幾多日。校方也希望講趕緊恢復正常。伫咧透早，警方加消防單位的人也組成安全小組，入去校園內面搜查，發現講有未少的化學品甲武器。校方也希望講學校伫咧解除封鎖以前，甲有危險的物件攏總刷走。警方也表示講，強調因袂入去掠人。警方為香港市民佇中晝時間自動到港島中環天橋上，證實激動一直喊口號。在區議會選舉民主派大勝了後，美國總統川普正式簽署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民眾希望特首林鄭月娥接做第一位被美國制裁對象。
由香港警务处甲消防处等单位组成安全小组，一早伫理工大学行政高层陪伴之下，进入校园展开修正工作。防毒面具、加速管、那个四个拢是爆炸品处理考证员也去真济实验室甲仓库搜查，发现大量化学品，甲好亲像是制造汽油弹材料。理大副校长林德伟表示，希望学校伫解封之前先处理好危险品。我哋理大都係過往嗰2日係有150人嚟到校園裏邊，咁去揾一啲嘅留守者，我哋都係叫到警方嘅去盡快解封。港警進前進入香港中文大學校園大量發射催淚彈，引起國際批評。一擺進入理大校園，港警特別細緻，防暴警察無對立起，佫強調目的絕對唔是掠人，會以人道立場來處理。警隊重申啦，我哋一直以嚟咧希望以人道立場。第一就係希望以一個和平嘅方式，第二係一個靈活彈性嘅處理手法。就喺理大示威者，有人講差不多20人，有人講只剩幾個人。有留佇遮人前一暗受訪問表示，對警方準備進入校園行動感覺真生氣，佮呼籲理大外口警方離開，也講只要警方撤離，留佇個校園內底人就會離開。記者綜合報道。雖然講目前嘅大選受到中國間諜風波影響，不過總統蔡英文表示講，若是會當促成兩岸和平，連任了後，願意佇國家主權甲安全無受到影響嘅情形之下，可能有進行撮合會。也講到為了防止國家機密，互我中國嘅人洩漏出去，連任了後會先對行政甲立法嘅角度檢討反滲透嘅做法。規個部參拜時經表示，總統蔡英文去高雄的行程攏無停。雖然目前強調暗的議魂和大選打烏魂，但是之前有媒體報出伊的專訪，講到若是連任，敢會考慮和習近平見面，建立歷史地位。蔡英文喺當陣回答講，聽起來確實有影真誠人，但是總統的任務是守調國家基本利益，二八伊個進一步說明。我的用意其實是很清楚的，也就是說，為了維持兩岸的和平穩定哦。我都願意去嘗試任何的可能性哦，但是我們不會以國家的主權跟國家的安全做代價。蔡英文無排除撮合會，但是強調國家主權和安全袂當因為安尼拍折，所以對國民黨部分區立委名單閣有親中的人士，伊有信心表示會繼續積極個檢討，袂互國家機密為立法院外泄。不論是在行政面哈，或者是立法面啊，我們都希望就是說有一些檢討的過程，讓整個國家的安全跟反滲透可以做得更徹底。為台灣的處境看香港，針對美國總統川普27報告中國強烈反對簽署香港人權和民主法案以及香港保護法，蔡英文嘛表示對香港有鼓勵的效果，香港政府應該愛珍惜。規港佇台中拜票助選的民進黨副總統參選人賴清德，伊嘛認為法案對香港是好的代誌。我覺得這個對香港後續的發展應該是很好的。那我也希望我們台灣的民眾能夠關心香港，支持香港人追求自由、民主、人權。那同時呢，我們也應該要做好守護我們自己的主權，維護我們的民主。賴清德強調，因為香港的現況，台灣國家應該守護家己的主權。若是強調案，伊和蔡英文攏講，目前交予專業來調查。記者綜合報道。要拼總統大選的親民黨主席宋楚瑜下晡也到苗栗南莊。宋楚瑜表示講，正做第三勢力，伊甲各黨攏有真好的溝通管道。伊也提醒支持黨要注意中美抗爭對台灣政治經濟影響。伊若講到撮合會，宋楚瑜表示可能性是真低。到苗栗南莊，前縣長鮑學平圍佇邊仔講到第三勢力的整合，宋楚瑜進一步解釋伊的發言人伊美人喬敦的講法。新興的這些黨，我都有跟他們溝通的管道不只是跟他們的高層次有聯繫，現在即使他們基層的這些許多的鄉親，都跟親民黨和我個人都有直接的這些溝通的這些來往。對國政黨由基層到高層，攏有直接溝通的管道。宋楚瑜強調，家己佇目前政壇重要性。面對台灣國際現況，宋楚瑜提醒執政黨愛真正因應中美政治經濟衝突對台灣的衝擊。被問到總統蔡英文無排斥撮合會，宋楚瑜認為可能性真低。目前情況之下，我看不出來有這樣的可能性。
中美的这样子，如果后续大陆采取剧烈的对于人民币贬值来做因应的话，必须跨党派大家一起共同呼吁政府好好的因应。亲民党总统参选人宋楚瑜第5摆投次总统大选，20日下晡行程到苗栗南庄，甲观光产业以及民俗业者座谈。有前任苗栗县长专程陪伴，有现任国民党籍县长发出分裂投票表态支持。宋楚瑜表示，伊才是国民党的改革派，并是大力抗两边，民生抗中。记者综合报道。在今仔日就是日投会国赔案上诉的上尾天，台北市长郭文哲对媒体讲支持台北市警察局上诉，也强调讲这是历史事件，也是政治事件，专案上诉交予司法去判断。另外，日前和郭文哲讲，专家移民纽西兰，刷回来台湾办募款参会台湾国创办人王献吉，在今仔日也甲郭文哲伫咧活动会场发生冲突。快来快哦！穿挂着挂来站外布条啊！台湾国创办人王献吉伫国民党致辞的时，抢要去台顶，随后警方插离开。徛伫台顶的国民党敢若无受影响。面对王献吉大动作的抗议，伊嘛真无客气回应。这也是身心障碍者啊，叫欠扁的，人家这个身心障碍者的表扬的活动呢，他跑来干什么？我做台独运动，唔免金钱，唔免财源，唔免募款吗？国民党最近定点点名台独人士移民国外，煞逐年拢倒来台湾募款。王献吉不断抗议，强调去闹场就是要互国民党歹看。虽然出现闹场，不过各界关心太阳花国赔案，一审判决台北市警察局赔偿100多万，28是上诉的截止日。国民党嘛表态支持台北市警察局上诉，强调这是历史事件、政治事件，专案上诉交由司法来厘清。太阳花学院我们会上诉，主要还是针对判决书内容有疑义的部分去给他澄清的。徐国勇也不敢讲，为什么？很简单呢、8万警察呢，你现在不上诉，警察就反弹了。台北市政府的态度也很重要，他们支持的话，那这个事情就算是圆满。对太阳花国赔案引发警方执法争议，台北市政府强调尊重市警察局上诉的权益。不过，若是执行方面有误对的所在，市政府袂定点。未来嘛修正警察当地的程序甲标准，互员警知影要哪做。市警察局嘛发表声明，强调会完成上诉，透过上诉厘清警方执法的基准。记者综合报道。中国间谍王立强的案件一直加，中国的官方媒体也公布一段，讲是王立强伫咧法院接受审判影片，被证明这个王立强其实就是诈欺犯。不过影片内面伊的面部啊是故作伙，也引起众人的质疑。咱的陆委会表示讲，王立强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的调查，台湾甲澳洲也会进行司法的合作。另外，间谍风波和限制出境的中国创新投资主席向信因翁仔某，也和外国媒体也讲，因早在11月初就甲因下面的公司资金当中禁起来啊。本院认为，被告人王立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共计。这段中国媒体全球网所提供的画面指出，家己公司强调的王立强，伫咧2016年捌伫咧福建公调人民法院因为诈骗案咧出庭，落尾佫去互判刑。中国官方媒体批评讲，王立强其实是一个逃避刑责、走去澳洲的诈欺犯，不过影片互加做2分半的画面，佮加上王立强看到伊正面的时阵，敢若一秒，嘛互外界佫一个来质疑这个影片敢是真的。针对王立强强调的，佫表示讲，中国的资金介入台湾选举，陆委会表示会尊重检调的调查。我们检调机关也针对本案进行依证据进行这个司法的程序。那么对台统战渗透、干预以及破坏更是屡见不鲜，尤其在台湾选前借机制造事端，或以对台军演或武力恫吓，企图干扰或影响我选情。我想台湾民众对这些手段都已经非常的反感。陆委会强调，讲明年大选政府嘛强化准备，确定袂去受到境外势力的干涉。台湾敢会派人去澳洲调查嘛，引起注意。也有透过台澳双方的司法合作，那么在积极的侦办中，
甲强调也无牵涉的中国创新投资主席向心翁阿某进前去检方第2届团款，限制出境。有澳洲媒体公布，中国创新投资公司已经偷偷伫11月初8，甲4间投资的子公司冻结，毋过环球时无卖用一批。互台湾民进党政府卡的向心到底是啥物人？强调向心伫咧香港有2间企业，敢若是一个普通的商人，那就是想要洗白向心。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的民进党团所提出的反渗透法草案，想要伫29议会直接进入立法，目标伫会期结束以前完成审查。国民党团的总调詹明忠伫28也召开记者会，质疑行政院无提出版本，直接就要来立法，是破坏庭事正义，而且新法是无人权保障条款，批评民进党是硬要通过。民进党立法院党团25公布反渗透法草案，民进党立委李俊毅28伫咧内政委员会主持公听会，邀请7个专家学者表达看法，进行2届的发言，支持甲反对的声音拢有。我们今天只是在处理中共对我们台湾的渗透，那是非常有针对性的。我们处理这件事情，也是为了让两岸关系能够正常、健康的走下去。在目前的反渗透法这样的一个思考以及概念呢，是在于说，在这一块，特别是在跟选举有关的这一块，提出我们一个相关的法令来进行在民主防卫机制上面的一个处理。陆委会副主委邱思正也表示支持立法，不过尊重整个立法院审查的定数。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詹明忠28召开记者会，这支重大的法案无经过行政院先提交版本，就要送议托，批评民进党根本是硬要让草案过关。民进党，你到底在急什么啦？你在急什么？小英的选情有这么差吗？你一定要利用反渗透法来拉抬他的选情吗？这里面每一条法案哦，其实都是攸关人民的这个基本的人权哦，跟这个社会的利益哦，难道我们不值得好好讨论吗？这里面很多法律的用语可能会有疑义的地方哈，行政单位有没有这种释法用法上面的疑义啊？立法院长苏家全28下晡召开调野协商，民进党团29会伫咧立法院议会提案反渗透法草案送议托，要拼这个会期过关。记者阿敏珍、张玉水台北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屏东的石膏礼道最近开始得到真侪世界级的奖，是因为开始伫咧称，互中国业者偷摕因的相片、商标，伫网络无名炸势，结果消费者去买到假的，却要求正牌爱甲因赔偿，互业者真无奈。拄制作品管到包装轮真主心伫做，屏东这间 TC 卡普巧克力豆工坊，去年得到 ICA 国际巧克力豆比赛亚太区的金牌，今年参加国际比赛嘛摕到银牌，还有铜牌。这几档屏东的可可啊得到真侪国际大奖，名声真出名。毋过，做团主讲有业者的品牌标志、商品的相片，却叫中国业者偷摕去用，假做是因家己生产的产品。目前已经有5间业者受到伤害，其中嘛包括 TC 卡普。他是从我们的官网去找照片，对，然后他就直接复制贴上，然后去卖他自己的产品，就是会让消费者去担心说，到底我们官网上卖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对，像现在有些消费者都是他会先留言说你到底是不是真的，然后才愿意去购买这样。经营这么久，他轻易就把我们东西就截取走，你看这个东西商业的道德都没有。业者讲，这毋是干那影响到店头的名声，佫会去影响到规个产业。除了报警察以外，嘛提醒消费者，若是买物件网页面顶无提供电话，或者是寄过来时间要超过1礼拜以上，都有可能是拄中国寄过来假产品，结果寄来去消费者的手里。有在网络上看到类似的广告，却没有电话的时候，就请勿下单。这是第一步防范的跟识别度。我们现在已经跟警察局还有消保官也请了消保律师，还有我们的那个客户处、农业处一起来针对农民的防伪跟守护的这个机制。县政府表示，已经要求警方赶紧来侦办，目前嘛启动下局处的合作，要赶紧研议防假包的机制，提供给业者来防范。记者综合报道。
专门咧共处理过往了后的新hiệu事公司龍岩，因南區的龍地營業處發生共食錢食3億的案件，高雄地檢署第日早開始對這個營業處的幹部開始調查，其中有一個捌做過副總姓吳的幹部，有甲別人鬥口徑造假嫌疑，先甲聲壓起來。另外2人是用20萬到50萬交保。離開高雄市調處，3個人來到地檢署偵訊，因捌佇龍岩公司南區龍地營業處擔任副總經理、營業處長甲分處長。按甲高雄地檢署第27團歡迎到案，嘛去敲因大所在會計因騙錢。總可以說明一下嗎？對被指控吸金有冇這個事情啊？我想這種說要進見人，你講什麼用啊？面對問題，姓吳的副總攏無講話，按佢涉嫌消滅證據，個傳口徑。向檢方申請羈押，另外2個人即是50萬塊，甲20萬塊交保。按個檢方也是認為3個人攏有重大嫌疑，懷疑因佇任職期間用他位、網園、甲行政客戶會當轉投資，甲被害人講逐個月會當領1成利息，繼將本金退予你，攏總騙3億。本件是投資民眾向法務部調查局這邊來寄發檢舉信。那本件才正式啟動調查。目前初步清查發現，至少有120餘人。檢方表示，受害人佇全台灣攏有，目前佫佇擴大追查，先3人以前公司幹部的身份向訊問，暗甲總公司是毋是有關係？檢方表示，偵辦中無方便回應，暗閣無排除任何可能。不哩個龍岩佇官網聲明，講受害者所講的交易事件甲公司無關係。專案成立司法庭司，公司法嘅委任專案律師處理，會協助司法機關進行偵查。記者綜合報道。代替佇咧全台灣有420個邊高島，煞接發生意外。佇咧昨個一個婦人騎着奧多擺，煞無保持安全距離，煞卡掉咧邊高島頂頭，好佳在無去互火車弄着。代替也表示講，已經開始進行全台灣邊高島嘅體檢，也開9億進行系統更新。已經通過2/3的邊高島雨閘嘛放落，一個騎奧多擺的女性因為塞車，佫佇邊高島內面，驚甲唔敢叮當，路南的區間車入站，位伊的身軀邊2公尺的距離駛過，不哩啊危險。警方調查，這件發生佇烏日站新公嶺附近的邊高島意外，是因為下班的時陣車濟一台刷一台通過邊高島所造成。因為他沒有跟前車保持適當的安全距離，已經脫離軌道，但是還是在柵欄裡面。因為頂禮拜5台中才發生邊高島雨閘故障提早升懸，互汽車駕駛開始比邊高島互自強號弄到受傷的意外。代替第2天後才承認是因為信號故障，已經啟動全台灣邊高島體檢，該換就換。但是代替邊高島事故定來發生，以107年來講，規年有7件。統計雨閘比攏還上濟隨風甲高雄之間的逢甲路邊高島毀損10支，佮按到直轄之間的朝向村邊高島雨閘攏還7支，其他親像桃園花頂屏東嘛，攏有一檔超過5支攏還的記錄。交通部長林佳龍表示，會推動立體化改善邊高島事故，但是代替企業工會講，代替人力不足，電務人員早就出現斷層，或例行檢修出現缺失。電務的部分，因為薪資不夠高，考進來的新進員工待了沒有多久就離開，就沒有辦法去完完全全補足他們現在目前所需的人力。北中南中。他從10月份那個踏勘以後，現在是開始在施工了，可能要到明年底會安裝完成。代替回應，已經採購293套邊高島障礙物自動偵測系統，使用一感應偵測邊高島四周邊的障礙物。若是有人甲車入侵，警示燈會倒。今年10月開始已經陸續安裝，但是敢若佇人和車較濟代替主線邊高島。記者綜合報道。國際上要緊聽話說分明。美國目前是感恩節的假期，所受到2個大風勢影響，干擾到上百人的旅行計劃。另外，在科羅拉多州、加州加奧勒岡州也災情出現，氣象專家也警告講，南加州有可能會做大水。美國即馬拄好是感恩節休困、交通真無用的時陣，華盛頓州際公路煞佇咧2日，因為暴風勢佮加上看袂清楚的關係，發生70台車的車禍。It got super foggy. I saw that the car in front of me was slowing down, but I didn't have any time to slow down. I put on my e-brake, but by the time I could see what was happening, I heard a crash and then got swerved around, and then another car crashed into me.
And then the fog cleared up, and I saw that everyone was crashing. 美国即马受到两大暴风雪系统攻击，真歹的旅客要坐飞轮机，也是开车要去看朋友的行程，全部拢去受到影响。科罗拉多州规个白茫茫，发生几啊件路边树啊倒去，也是停电的事故，真侪条公路封起来。天气即摆，地苏丹佛机场差不多要500架航班来取消，而且有超过350架的航班时间出问题。另外一场暴风雪是起用号做炸弹气旋，伫咧西方的加州甲奥勒冈州。炸弹气旋是用来形容一个地区伫咧24点钟以内气压降低超过24个百帕，表示风暴继续伫变强。加州南部的洛杉矶受到气旋影响，开始落大雨，互原本真无用的交通状况变搁较乱。We're headed up to family up in Northern California. We knew it was going to be crazy, so we guaranteed at least 3 hours early to the airport. There has been definitely lots of honking, lots of near accidents that I've seen for sure. 美国气象单位表示，这两场暴风雪会伫即几天变雪，毋过嘛警告受到落大雨的影响，南加州可能会出现造水灾现象。记者综合报道。英国一位真有名的总捕师 Gary Ross 日落伫杜拜录新节目的时阵，所形容身体无爽快，就来过往去啊。不过死亡原因也未确定，当地警方说讲伊是自然死亡。 英国有名斗鸡赛电视节目主持人罗兹，26日伫杜拜录新节目的时阵，感觉身体无舒适，雄雄死亡，享年59岁。伊太太珍妮当时陪伫身躯边，死亡原因也无确定。罗兹好朋友有名斗鸡赛奥利弗，捌答出文章，讲罗兹是因为跋倒意外死亡，不过马上删除这文章。当地警方表示，死因是自然死亡。 罗兹1960年伫英国南部出世，26岁就得到美食指南米其林的肯定。伊有家己的美食节目，出版真侪本主食的册以外，也伫《都神当道》、《地角厨房》等有名节目，来自英国经典美食。伫2000年，正做大家拢知影的总捕师，也捌为袂少有名人，亲像已经过身的戴安娜王妃、美国演员汤姆汉克斯煮过菜。罗兹2007年，甲伊太太2个后生搬到杜拜。 厝内底人已经发文证实罗兹死亡的消息，其他有名投资商也推文悼念。地角都神戈登拉姆奇表示，但失去一位出色的总捕师，罗兹和英国美食伫世界出名。记者综合报道。 日本伫咧10月增加消费税金90%，不过说互民众无啥物意愿开市买物件。 佮再加上风台影响，点啊几个月业绩刷落7%。那甲2014年第一摆起消费税金到8%的时阵，这回情形是更较严重。那阵伫咧罗西亚使用 iPhone 手机啊，要找克里米亚半岛，就会显示讲这个半岛是罗西亚的，也是因为着 Apple 为着要配合罗西亚政府的要求，面对着这款的做法，也甲欧美国家认为克里米亚半岛是乌克兰的，完全无同。 英国广播公司 BBC 路透社顶西方媒体记者提苹果 iPhone 去俄罗斯境内实地测试，使用的当然是俄罗斯电信业者提供的无线网络服务。测试的结果发现，就算使用的界面是英文，但是若是输入的是克里米亚首府辛菲洛普，后边出现的字除了克里米亚，还有俄罗斯。也就是讲，伫俄罗斯的网络范围内，克里米亚半岛每一寸土地都是俄罗斯的主权范围。奇妙的是，只要离开俄罗斯，也是克里米亚的范围，拍辛菲洛普。 后边就出现乌克兰的国名，也是代号 UA。BBC 报道指出，苹果公司用几个月时间和俄罗斯谈判，主本希望以无显示任何国名来避免争议。但是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的思维，伫俄罗斯完全行无法，只好配合俄罗斯的要求。为2013年底拖到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结局是伫2014年3月，克里米亚脱离乌克兰，搁再加入俄罗斯联邦。但是欧美认为这是俄罗斯以武力兼并的结果，所以发动各式各样的经济制裁。苹果顶一届达到政治地位是伫2015年12月，美国加州的圣伯纳迪诺枪击案，联邦调查局 FBI 要求苹果公司协助，将相关的手机改码来找出可能的线索。迄当阵苹果公司改变过去的态度，拒绝 FBI 要求，理由是必须要保护用户的隐私。不过苹果公司这届选择屈服用权，不那拆的乌克兰的历史空隙，更有可能得失掉欧美。结果如何，真歹预料。记者综合报道。
在今日播出的济公园地保护动物局报现，因为戏内面红掠起来中国间谍是光头的，互那也批评讲是伫咧暗示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宪兵指挥部强调讲，这出戏是用谢娜的退休忠孝牵涉间谍案来正做卡本，伊确实是一个光头啊。不过，唔是故意要共口说，也表示讲日后会较注意咧。我这个人可是很公道的。看在你这次的表现，向宪兵军官要求提供军事机密，剧情内底光头的查甫人看起来特别惊目。二八下晡放送济公园地保护局报现，希望教育官兵注意保庇风潮、随时反应的重要性。毋过根据宪制部日日公布戏的相片，去互压制伫涂骹的强调是光头的造型，佮穿蓝色的靴子，去互那也批评讲是咧考试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国军坚守行政中立及军队国家化的立场。这出保皇的影片绝对没有影射任何人。他那个铁灰色衣服是亮光性的，可能灯光一照下来，就类似蓝色的福字的衣服。伫咧记者会面顶，宪制部特别展示一领铁铺色的靴子，佮强调讲相片绝对无伫考试任何人。保护局报现是用去年3月份屏东宪兵队破案的谢娜退休忠孝的强调案来做卡本。谢娜的忠孝确实是光头，毋过真足来看，报现的戏内底煞无出现相片内底的这个人。因为导演有些想法，我们就经过微调，因为这个人也是被中共吸收，来吸收这个因为感情、因为亲子关系的部分。政策局强调，讲戏的相片是宪制部负责的，而且宪制部进行内部的检讨。宪制部是表示，未来伫咧设计济公园地戏的相片时阵，会更加坚实，嘛对引起风波感觉真实的。希望讲争议到这就煞。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宪兵指挥部的单元局相片，互解读做是一个暗示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在今仔日，韩国瑜也回应讲，宪兵指挥部根本是愈讲愈花，国呼吁对手蔡英文进行大选的辩论，互竞选的主线求登到政策顶头来讨论。另外，副手张善政也捌讲，苏贞昌若登到行政院，佮讲口说话，天公伯真紧就佮互伊去大院。张善政也针对家己讲唔对话，出面甲苏贞昌回实的。军人就是要确保中华民国的安全，行政中立，跳脱政党拍马屁，然后拍到马腿，全国民众一片哗然，再开始修改说辞，我觉得国防部这方面实在让人非常失望。批评宪制部推出济公园地保护单元局保现局照中，被压制强调光头造型，有暗示家己意味。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认为，宪制部愈讲愈花，同时也邀请蔡英文做大选辩论，互相放伫政策上来拼场。辩论会它的好处是乒乓球嘛，大家互动性强，而且可以激荡火花。透过一个辩论公开的形式，让人民更能了解未来国家的领导者要怎么样带领这个中华民国。面对最近民调较低，韩国瑜爱支持者拒绝电话民调，因为这民调成过济未获真心。另外，副手张善政也出誓言风波，讲苏贞昌确实登去甲行政院，佮讲543的话，天公伯有目睭，真紧就会互伊带登去病院。张善政也为誓言回实例。我在这边再说一次，不好意思，我希望他身体健康啊，绝对没有诅咒他的意思。我们人常在讲说，人在做，天在看，对不对？啊，所以希望行政院长恰如其分，能够发挥他真正的这个功能。张善政强调，无就参苏贞昌是希望伊做好行政院长的本分。苏贞昌因为为着病毒，致使颜面神经失调，真久无出面。行政特别公布一段苏贞昌主持议会影片，对外界来解说苏贞昌的健康状况。公路完成的这个时候，你一个影片拍的不是这些台面上的人，什么大官什么。而是那个真正在第一线那些辛苦的工作人员。影片中，苏贞昌只讲所化解建议，并无回应张善政攻击，只讲指控大选一泡泡，拿定定也针对敏感议题，大家拢非常细致。记者综合报道。香港反送中运动影响到香港的观光真严重。8月份去到香港的旅客，甲去年同时间来比落袂四成。饭店、小店的人客也落一半较低，也因为香港拢是靠服务业伫咧生存，店仔的收入也落真济。8月就落23%，卖食也是同款。根据着香港财政司表示，已经被100间的餐厅关门起来啊，也大约有2000名的员工爱放无薪假，无就是放死头路。
示威者倒火油，火就随烧起来。中国建设银行香港分行和示威者放火，规个烧了了。旺角小米手机店嘛，互锁定，大门互烧掉。若是中资的店家发表挺中言论的集团嘛，互迫害。香港美心食品高层伫公开场合讲，示威者是暴徒，旗下代理品牌星巴克嘛，互喷漆，去互抵制。湾仔轩尼诗德沿路的餐厅、商店，人拢真烦恼，生意是真凄惨。他们闹事的时候，大概都是周五啊、周六啊、周日没有了，大概40%的生意，一样的租金20万成本一个月，在湾仔、铜锣湾、中环这几个地段就倒了很多，这成本也是一样的高，所以就没办法做下去，很多就倒了。但是现在业主很讲究，打了7折。香港财政司表示，对6月抗争开始到今，已经超过100间的餐厅甲小食店倒去。尤其是旺角、铜锣湾、甲湾仔，真侪中式饮茶店甲酒楼，差不多有2000人面临无薪假甲裁员的命运。游客我们大部分很多是国内人不来了，现在很多酒店一个人你每个月可能要自动要休假10天，无薪假就是这样，所以他们肯定受到影响啊。服务业的经济影响还是蛮大的。根据官方统计，7月线卖销售额差不多344亿港票，退1成以上；8月落甲294亿。甲去年同一个时间比起来，衰退23%，是历史上单月落上济。其中珠宝钟表销售额落上济，减47.4%，服装落33.4%，药物化妆品减30%，百货公司货品鞋仔类衫裤配件等等，销售量拢落超过2成。我的时候差不多3万了，现在没有了2万块，客人也少了，没有加班费了。空空的店面门口打招租的广告，租金已经拍5折，也是无人要租。大部分国际金融机构预测，今年香港经济会继续落，尤其是第3、第4季表现会更较歹，恐惊会出现劳工失业、甲倒店等等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有一寡民间团体伫经过1个月内，真接向行政院甲立法院订情，呼吁要赶紧启动抗疫法的修法。本地修正草案已经排入立法院，却因为国民党团甲亲民党团拢无出席，会议宣布取消。环保团体一直订正甲抗议，总算换到立法院伫咧今仔日甲抗疫法修正草案，排入去下晡院长协商的第4个议程。面对真正有执政党的立委批评草案内底去互加了，这地数一直无法度完成修法的代志。环保团体搁一解强调讲，草案已经有真大的共识，即马干那差上下尾一步尔尔。矿业法其实也就全部加起来讨论的条数就大概也100出头而已，已经有95条是有共识的。环保团体指出，这个重要变革的方向包括废除霸王条款、资讯必须要公开、原本的矿场必须要进行宽平、保障原住民的权利等等。就算讲部分条文的有路也是爱讨论，毋过较拼实的地当完成。环保团体搁一个呼吁讲，执政党唔通超过于答案的来处理。矿业改革的政见的落实上，我们认为是可以拿高分的嘛，就是说你应该是可以有机会拿80、90分的，不要说因为担心无法100分，你就干脆交白卷，这样的心态我们认为是不对的。立法院原本定伫咧下晡2点，由议长苏家全调集的协商会议，因为国民党甲亲民党党团无出席，会议来取消。环保团体强烈谴责无出席的政党，而且嘛呼吁苏家全议长加速沟通。伫咧敢若剩1个月的会议以来，佮甲抗疫法的协商排入去，实现执政党的修法保证。记者综合报道。私立的高中职甲大学的老师，若是互学校资遣，敢若会当结清家己退休金的银行口座利益，提不到资遣费。教育部所提出的草案，也就是要规划做私立学校的老师，若是互资遣，短满1年就要发半个月薪水，正做因的资遣费，上悬会当发到6个月。目前上新的结论就是私立学校的老师资遣费是由政府补助32.5%，希望会当伫咧8-1年来实行。周建华冲击着台湾高等教育，真侪私校调整系数甲减班来应用。若是无适当的教学工课，也是袂当专职的老师，敢若会当非自愿离退。但是含劳工甲公教人员无同，私立高中职甲大专的老师无资遣费，敢若会当结清退辅助金口座的存款。但是我之前的时候，公司你要给我一笔费用，我来找工作，拿做生活的应急或是其他突发事情状况，否则我突然失业了，这个可能对家庭是没有办法照顾的。希望会当比较劳工，会当有资遣慰助金。私校的教师甲工会希望会当加发。教育部甲真侪教育团体会商了后提出草案。对民国99年私校教职员退抚薪制开始计算，每满1年就发0.5个月最后在职的薪水，若无满1年会用比例来计算，上悬是6个月。
比照落提新制，因为草案的规划经费是由书校负全部的责任，两大书校协进会认为是好代志做一半。应该由政府出面来予以补助或协助，做一个整体的规划，然后把它摆在我们的现在的这个退场转型条例里面，而并不是说开一个会，然后就要各校去做。除非政府愿意负担所有的经费，书校主张维持现况。工会嘛认为，有学校发不出薪水，资遣费是要对倒位来？建议会当由教育部先贴，才甲书校求偿。教育部2月邀请各界讨论上新的结论，考虑到书校财务困难，政府会补助32.5%，上紧110年实施。记者综合报道。乒乓协会在今仔日公布明年寒假过年要出国旅游队团的参考介绍，特别是去到日本，受到日本专航线机票起价甲东京奥运的影响，明年队团的费用可能会起1-2千块啊。不过纽西兰甲澳洲地区因为汇率落落来，费用可能会当升到8,000块。各国外的时间就是旧历过年，真侪人按算出国旅游，尤其是东北亚的日本，是台湾人真爱去的国家之一。乒乓协会上新的调查发现，休寒过年的时阵，日本专航线的票价比旧年同期起码1-2千。比如讲，东京5天4暝，超达团的费用差不多是31,000块左右，而且受到东京奥运的影响，全世界观光客全部拢来吃，饭店差不多拢已经客满。因为冬奥的关系，所以饭店其实相对的也都有调涨。那以一个5天4夜的行程包装起来，大概也是涨幅有2500左右。乒乓协会表示，明年过年有休7天，若是搁请假2天，就会当连续休11天。有人选择去较远的美国、加拿大地区来旅游，9天的行程差不多是6-7万，比旧年同期贵买12000还是16000。啊，毋过马来西亚、泰国等等东南亚地区团费是比旧年同期俗要1-2千。啊，若是伫咧南半球的纽西兰甲澳洲地区，因为汇率降价，团费上济会当升到8,000块。最主要是汇率啦。那因为去年很多中国大陆的游客到纽澳地区的这个做旅游，那今年因为中美贸易战争关系的因素，所以他们很多国人就没有再出国的意愿，所以这个是主要大幅降价的主要因素。乒乓协会强调讲，今年1月份到3月份是旅游的小月，啊，毋过今年受到总统大选的影响，民众较无想要出国旅游，真侪旅行社业者也是航空公司，搁伫咧大选前3礼拜杀俗价犹太，想要趁这机会提升买气。啊，若是欧洲的团费计数也是共款，过年了后才有面具嘉年华等等的活动来举办。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的亚洲发生讲青食的美国蚵仔菜，和出血型大肠杆菌有了中毒的事件。咱的台湾食药署也伫咧昨紧急宣布讲，自今仔开始1个月，袂予美国蚵仔菜入来到台湾。在感恩节进前，美国再度爆发罗曼青菜和出血型大肠杆菌污染中毒的事件。目前已经知影讲有19个州、67例确定病例。美国疾病管制署伫前日昨晚发出安全警告。咱国卫福部食药署27尾暗嘛宣布，为2月开始到下个月27，暂停受理美国罗曼青菜输入查验申请。在边境呢是需要检附没有受污染的一个证明文件，我们才可以受理它报验。如果来自美国的一个生菜是没有这个相关的证明文件的话，我们边境是不会允许它受理报验。食药署表示，美国为9月底开始，都陆续传出 O157H7 型大肠杆菌污染罗曼青菜的案例。这种大肠杆菌伊传染的方式，大部分和食食有关系，像讲食到无煮熟又搁被污染的牛肉、菜丝和果子等等。临床症状包括会想要吐、出血性落瀉，严重时还会出现溶血性有毒症。甚至讲肾衰竭转死亡。台湾2001年出现过一例，像一些幼儿或老人家，或者说有一些癌症的病人在接受化疗，这种抵抗力不好的患者，特别万一吃到一些污染到O157大肠杆菌的一些生菜，可能更容易出现这种一些症状。医师提醒，处理若是搁有美国罗曼青菜，建议等现3卖搁食，或者是煮熟了后才食。根据食药署的统计，今年1月到今，国内总共进口罗曼青菜差不多4000吨，以美国上介济，流向大部分是果菜市场和大卖场等等。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的寿山设立台湾头一座国家自然公园，经过8年的筹备，管理处在今仔日正式挂牌，而且自然公园的范围也会甲高雄、台中的都会公园列入去。也因为公园甲民众的生活已经真接近，法规会有春秋的管理做法，希望会当制度上赢。
山丘伫树仔骹找物件食，树仔顶有高山啊。高雄寿山8年前为回台湾第一座国家自然公园，展开多种生态调查，找出保育做法。经过长期筹备，28管理处正式成立，年底个别调查绿黑生态。上不同是，高雄甲台中都会公园也正式踏入自然公园范围。配合当地就台中市都会区还有高雄市都会区这边，我们这边游客上面的使用上的习惯上，然后再做，我们就慢慢在逐步的滚动的调整。高雄都会公园过去捌发现保育鸟类，不过同时也是附近社区运动休闲场地，要如何以国家公园法规范都会公园保育，同时兼顾民众需求，加做受管处全新挑战。不过已经保育8年的千山区域，民团也希望甲社区共生。就是成立国家自然公园之后，应该要更加深跟周边社交流跟连接，了解说我们现在其实地区小旅行跟在地这些旅游是更急需去发展跟深化的。民团表示，就亲像垦丁国家公园过去因为卫生限制区域内民众生活，即马已经发展出真侪座生态社区，希望受管处的设立能创造双赢。记者综合报道。住伫屏东潮州的少年农民王家伟，伫4年前决定要回来到故乡，甲朋友来合作起日能设施，也配合政府的绿电政策，开始伫咧太阳能板下骹种花草。伊也用科学的方式来管理，有影变出家己的一片天。斟酌在检查电线杆的叶啊，少年农友王家伟本正是伫工电界服务，看到政府推动绿电政策，才决定回来故乡，和朋友同齐合作做绿能设施。当时政府刚好开放这个绿电的这个政策啊，然后家里人有想投资，但是因为下面必须要有农作，用机械去取代人力的部分，然后就是用比较现代化的管理方式来管理农业。王家伟一开始先试种电线杆，结果愈种愈好。伊转开始利用工电的专长，控制肥料、水分和病虫害，到达已经种30万丛的电线杆，年产量卖110万片。花卉它其实不同于水果，其实它的市场机制比较公平。要种电线杆，土壤和肥料管理拢真重要。王家伟强调，屏东有真侪农业资源和资讯，若有唔捌的所在，就会去请教农改场。也会参加一些青农的社团，然后他们会去教导我，就是如何正确的是使用肥料跟农药这一块。台湾的电线杆都是岛内销售，目标是希望种品质再高一点的电线杆，然后再送往日本。目前王家伟种的电线杆主要是送去国内的花市拍卖。伊希望能力会使种出愈侪高品质的花材，有机会通外销，互国际看到台湾种花的实力，嘛毋望这款农电共存的环境会当继续维持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原住民的赛德克族传统禁区是查甫人袂当织布，查某人袂当拍蜡。不过，伫南投仁爱乡的春阳部落，数一个查甫人伫咧经营手工编织工作室，究竟为什么有这款情形发生呢？咱也做回来看。这些都是我奶奶她自己一针一绣啊，纯手工。实地的织布工艺专用一个面口剪纸，不过刷出现全新的危机。即马伫南投仁爱乡有一间查甫人经营的织布工作室，拍破传统男性袂当织布的禁忌，传承织布手路。在一条布里面，你就可以看到每一段可能有产生不同的宽细，或者是它的紧跟密，机器去做出来，它虽然好看精准，可是相对于它的故事跟背景，它就没有它那么像我们手工的意义来的那么大。瓦利斯杜桑自细汉看阿嬷织布大汉，开发伊对编织的兴趣。阿嬷真支持伊，也因为实地传统男性袂当织布，阿嬷替出面向部落长辈解说，连国宝级编织大师学长爱妹也认同伊的手艺。有一个男人这样一直做这个编织也是很厉害的，你觉得他的手艺好不好？很好，期待是他可以联系这个编织东西，所以我是做比较现代的东西，然后我一直是做比较传统的东西这样子。我虽然我是汉人，可是我很喜欢他们这边的文化，原住民的文化，就是去帮他保留说，继续部落的传统的东西啊，这是原住民的东西。
瓦利斯杜桑甲朋友做伙，甲传统织布技艺结合现代拍板技术，传承实地文化，也得到时代的脚步有无共款的编织色，互现代人有机会接触传统手路。记者综合报道。人讲新民食光，人食庄。伫咧中华的建国科技大学，有一个学生伫咧日本得到化妆的全国比赛、全世界比赛第1名，而且摕到这个奖杯，而且伊也是第3摆来到台湾。金主新来替model化妆，今年读建国科大美容系4年的吴进安，靠家己的拍拼，11月中摕到第69届日本艺术节全国大会国际竞赛晚宴化妆组的冠军。因为这座冠军的奖杯，得奖的人敢若会当投伫身躯边一档。当年比赛前拢必须要交登去主办单位，嘛因为安尼去用当作是彩妆界的奥斯卡。我第1年的话只有第4名，然后就觉得不甘心，然后因为打击太大，我就下定决心说一定要在这个比赛拿到这个奖杯，因为这个奖杯对彩妆选手应该都会蛮有意义的，因为它上面有很多，就是每一届人的名字，如果是第1名，它就会挂在这个奖杯上面，然后它是传承下来。吴同学讲，因为比赛需要开真侪材料费，佮加上需要时间训练，所以佮特别对原本的日间部换去夜间部来上课。嘛因为安尼，才会当有佮较侪时间来做临时间佮练习。好佳在伊真拍拼，在国内120个选手当中赢，代表台湾出赛，嘛互伊伫咧学校最后一档的时阵得到这个冠军。整体的形象设计其实是很重要，不只是选手自己本身的形象设计，跟对于模特儿的整体的规划，因为不管是彩妆啊，还有发型，还有在礼服上面，他们全部都一手打理。建国科大表示，这个比赛已经办69届，不过冠军奖杯才第3届到咱台湾。彩妆指导老师认为，虽然日本、韩国的彩妆也是亚洲的流行趋势，不过这2档台湾已经有真侪学生伫咧国际比赛面顶得奖，表示讲台湾学生的技术甲创意，并未输予日本、韩国。记者综合报道。公司台语台头一出家己制作的戏剧《自由的愿望》，邀请3个世代无同款的导演，用美丽岛事件、日头火学运甲香港反送中事件，制作戏剧核心，翕3出短片的电视剧，会伫12月来推出，用镜头来看台湾真无简单才有的自由民主。香港反送中运动已经半年啊，香港人追求自由，也有民主的精神，也正做20外岁少年导演自评的题材，互伊拍算以李明德事件，也有香港反送中为主题，拍一出转来就好的影片。不管是历史也好，文化上也好，甚至是台语也好，我觉得都非常有助于你去认识你的国家。那更甚至于是为什么大家需要去保护自己的国家，然后为什么要守护自己的民主自由。讲起家己经历过台湾无共民主化过程的故事，3个无共世代的导演戴文堂、苏奕轩、朱平齐做伙，讲起因对自由的愿望。改严一直甲民主化，各个全面改选，一直甲即马有法度大声讲出家己的政治主张。经历过那个黑暗，所以你会感觉迄个光真重要。你莫阁甲家己的光阁扎起来。今年60岁的戴文堂导演投入社会运动真侪年，今年拄好是美丽岛事件40周年，伊拍一出合作吹海风的影片，讲起1986年单局因为美丽岛事件去互关了后，吹到海风迄种享受自由的感觉。另外，中生代导演苏奕轩是以日头火学运为核心，伫咧家族无共识这出片，用镜头讲囡仔也有家长伫咧面对国家认同议题的时阵，无共世代对民主自由的想法。对创作人来说，其实我觉得能自由的拍这些片子，其实也都是非常难得。出席伫咧无共世代的导演，拢以自由为题目，希望台湾真无简单得到的民主，会使一代传过一代。3部关系台湾自由的短片，结合做自由的愿望3部曲，12月份就会伫咧公司台记台和观众见面。记者阿敏珍、张玉水台北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14度到23度，中部地区对15度到26度，南部地区对17度到27度，北部地区对15度到25度。
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3度到22度。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嘉豪，马仔同日时间咱再会。